来看家己新港为了要照顾咱社区内面失智的时代，这支家护理所呢，就招这时代做伙来试咸菜，家己接订单开钱来饲家己。社区的长辈实人来插鼎内底挂菜，插好了才搁包伫皮内底来蒸。家己关新港乡海洋村的长辈，伫老厝改造的青年据点内底接单生产因家己生的咸菜。来遮袂歹啦，来遮咯，来遮运动，来遮，大概老人安尼都有一个手工啦，变东变西啦。爱教阮做东做西啦，做物件。毋是干那生咸菜尔啦，啦。感觉讲我来遮来上课，来食便当，来食饭，真着讲我要来遮趁钱，因为咱帮伊做的这幸福的产品，我真着开始销售开始咧卖社区的居家护理所为着要来减慢长辈失智失灵的状况，利用社区的资源邀请志工，做伙整修这间老厝来做据点，然后长辈受到照顾，嘛会当推广在地农产品，增加长辈因家己的价值。咱老大人的活动空间较侪，其实伊的退化其实嘛会较减轻。过来就是讲吼，老大人伫遮开始用是咸菜这个活动，除了就是互因做活动了，会当找到因生活当中的价值。中正大学成人教育的教授表示，真侪庄卡有高龄化甲少年人外流的状况。透过这个青年据点的产业链，让长辈愿意出门，增加社会参与，嘛会当使少年人当来庄卡替在地产业提供更较侪协助。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